新德县庆南乡农会为着协助农民增加收入，为今年开始，每个月第一礼拜六会串联各地区农会，推出农会主要的产品，销解咱国国产绕道的菜色甲果子。柑仔树顶满满的碰柑，掰开甲食落去，甜度十足。新德县庆南乡农会对今年开始，按说每月日的第一个拜六，要来推广各地农会当地时的果菜，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包括民众对本土农业更加有信心。1月份的话是柑橘嘛，哈，那2月份呢，我们会办释迦，3月份呢，会有莲雾。哪一个月份它适合生产什么水果？啊，就是当季了啦，当令的啦。那我们吃当令的水果呢，对我们人体呢也比较健康。活动除了买到农会认证的优质国产农产品，消费还当换礼品。每个月拢有传好康的，1月、2月、3月、4月，一直到12月，有系统来行销我们岛内当然是以新竹县为主的一个农特产品共同来采购，鼓励我们农民能够深耕农业。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鼓励消费者优先选择本土的农产品，而且买当减少运送实在的路程，落实减碳目标。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